那我们共同学习，16阿罗汉，密供文啊，也就是说，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2500多年前，实现成佛转法轮，然后在共同的说法众生面前实现就是涅槃。然后佛陀的这个教法呢，依靠大乘和小乘的圣者们，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人间呢，就是继续护持、继续保护。那么这个大乘圣者的话，主要是有八大菩萨啊，就是八大菩萨。然后这个小乘阿罗汉呢，就是有16位尊者，每一位尊者呢，就是有特别多的眷属。所以我们这次呢，大家也共同学习，佛陀的这个教法呢，在不同的世界当中，有不同的圣者，就是依靠就是他们的这个神通身变，还有这个等次力，就进行这个护持。当然我们可能每个人的根基和有些意乐都不相同。有些人呢，就是对这个佛教的一些故事也好，或者佛教当中的一些道理呢，就是很容易接受。即使没有人这个说法的话，那自己依靠自己的智慧来就是解读的时候呢，也会就是通达其中的意义。有些人呢，可能是前世呢，在这方面的这个传习就比较少，所以在其他的实践法方面就是非常聪明，就是记性也相当好。但是呢，一遇到佛法的时候呢，就是有点这个晕晕的感觉，就是然后记不住，即使短短的时间当中就是记下来一些故事啊、校正啊，但是过2天的话，那忘得一干二净，就是所以呢，自己的相续呢也就变成了就是非常这个清清白白的，就一直是就是没有这个这方面的这个智慧啊，就这也是需要就是大家共同的这种忏悔，还有呢，就是经常的一种这个传习。有些人虽然自己基身当中或者前世的这个习气啊就不是很浓厚，但是呢，依靠基身的这种传习的话呢，也慢慢就是把自己的相续会改变啊，就是会这个，即使有些年龄比较就是应该说是，不是很年轻的人呢，如果在这方面下功夫呢，我想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收获啊，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呢，大家在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一生当中的话呢，就是对佛法的传习要长期的修学，就是这个很重要的。现在城市里面的很多人呢，好像就是把它当做就是看电影就一样的，就是今天听一堂课，就是有没有什么新的感觉，就是有的话呢继续听下去，没有的话呢，就好像就是又放弃了。其实学习佛法呢也并不是这么就是1天2天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意乐啊。就这是跟大家就是也说一下，就是同时呢，我想比如说我们最近就是开发会，就是大家都可能比较累，但是呢，哪怕是短短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学习的这个功德呢，不可思议的。人如果没有一个大家就是共同的一种约束的话呢，完全是依靠自力，就是有些人呢，就是恐怕是确实有一点困难。就如果我们就是晚上的这一堂课没有的话，那可能大多数的人就是这1个小时呢，就是不会就是专注，就是应该会散乱的。就这是你们也可以观察自己的相续，就是你是一个特别不调皮的这个孩子呢，还是这个比较调皮的，就是没有自觉性的。一般的我们如果老师就是旁边没有一个人这个说的话，那就是很多学生的这种性格一样，就是我们共同的这种学习方法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就是我是这样想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也是讲一点这个阿罗汉的故事啊，就是也是这个逆战文，就是今天应该是第11个战颂文吧，地尼神主图班陀啊，就居于饮酒山之东，居于饮酒山之中，1600罗汉绕，双手皆作等持印，加持上师救助师，加持佛法变心身。那么今天这个第11个尊者呢，就是说这个诸陀盘陀，也就叫做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朱利盘陀啊，就是它的这个音就是发音的方式不同而已。但是我们这个是比较常用的，就是包括
汉地的很多的就是古代的文献里面这样写的，所以我们就用的是这个字。然后呢，其实这个公案呢，就是以前我们学过的，好像是那个《白易经》还是等等，就是有很多经典当中呢，就是也是这个已经就是讲过啊，就很多这个大藏经当中呢，就是朱利盘陀的故事都比较多，包括现在呢，就是也有一些做这个光盘啊，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动画片啊，有很多的一些资料啊，就是资料。其实这个故事呢，应该说家喻户晓，就是大家都非常这个清楚。但是我们讲一个故事的时候呢，也并不是为了好玩，就是也并不是呢，就是为了就是哄一些小孩或者是怎么样，应该是这个故事的这个神圣意义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实践人的话呢，也是依靠故事呢，就是了解这个传统文化，依靠故事来了解这个古代的这种生活方式等等，就是有它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佛教当中的故事的话呢，有些是我们从一个凡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就是也有这样的。但有些的话呢，跟我们这个生活呢，就是非常这个切近。尤其是佛经里面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个公案的那些这个故事的情节的话呢，我们实践当中的很多的生活应该是非常这个契合啊。就这样以后呢，我们就是看看就是这个宋词的内容呢，就是说低尼这个甚至这个朱尼盘陀啊，就是因为他这个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的话呢，就是一直居住在我们这个印度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转第二次这个般若法门的这个宁久山啊，就是宁久山当中。然后呢，就是他长期的是有这个1600个阿罗汉就是围绕着，然后手呢就是这个做这个双手这个灯仪啊，就是双手这个灯仪，好像我越看越模糊了，是不是灯仪？是吧？然后那个就是他是这样的，然后就是求这个加持啊，就是上师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上师呢，就是长久住世，那么就是唯一的这个甘露妙法佛陀的这个教法呢，就是长久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遍地兴盛。就这样的一个这个发愿文啊，就这样的发愿。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先就是简单，大家就是了解一下，就是朱利盘陀啊，就是这个朱利盘陀的话呢，就是相关的这个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是好像是一个婆罗门家还是什么的，就是他们呢，就是以前那个生的孩子呢，就是基本上都夭折了，就是没有这个继续让这个活下去，就是后来就是他们家里特别痛苦，后来有一个老妇人呢，就是说是，就如果这个他让这个健康活下去的话呢，就据说是他有办法。然后问了他以后呢，就是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朱利班陀呢，就是他叫这个孝路，就是然后下面我们今天所讲到的第13个这个公案当中的阿罗汉呢，就是叫这个大陆，就是这个，那么这两者呢，就是实际上是兄弟啊，就是，然后这个孝路是怎么这个生的呢？就是其实大陆是这个先这个降生的，但是这个妇人呢，就老妇人呢，就是告诉他们，就是如果你们这个孩子一直是这个就是没办法这个活下来的话，那就是有个办法，就是当他降生以后呢，就是这个妇女啊，就是把他抱在这个拜布里面，就是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大陆的这个十字路口呢，就是然后就是看着有一些圣者过路的时候呢，就是让他们加持就应该就是有办法。如果这个天黑之前就是没有什么事的话，那就是说明他就是不会有什么夭折的这个危险的。后来就是他们对这个大陆就是这样做，在大陆当中呢，就是这样做了以后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下面所讲的这个阿罗汉，就是这个尊者呢，就是后来就是已经这个就没有这个出世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婆罗门呢，就是第二个就是也就是说现在朱利盘陀呢，就是也是后来这个降生，后来降生的时候呢，也是按照老妇人的这个做法，就是一去这个到这个路边去，但是有一个这个好像仆人还是什么，就是那个女的呢，就是特别懒惰，就是她不愿意到这个大陆那边去，就是她在小路口，就是然后呢，就是一直这样，在这个小路口的话呢，就是很多大的啊，就是有些这个人来人往呢，就是比较少。但后来就是佛陀呢，
就是刚好这个在这里就是应该实现生病还是什么，就是过路的时候呢，就是当时的这个习惯呢，就是让这个圣者呢，就是加持他就是长寿，加持他呢就是对这个能满足这个父母的心愿，就是能承办就是父母的这个心愿。然后佛陀呢就是予以这样这个加持以后呢，就是就离开了。后来的话呢，就是他们两兄弟呢，就是都已经这个就慢慢就是成长啊，就是成长以后的话呢，就是他这个哥哥呢，就是到别的地方去，就是在这个寺院里面就是去出家，就是然后去出家，就是应该升这个阿罗汉果位吧。然后后来就是他家里呢，就是他的这个父亲呢，就是临死的时候啊，就是给这个他的哥哥，就是说你一定要对这个朱利盘陀啊、小鲁呢，好好的这个照顾，就是他就特意呢，就是让他就好好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这个照顾他。但是后来，就是他这个哥哥呢，就是到别的这个寺院去，有一段时间呢，就是他们都互相这个离开了。有一次就是互相碰到的时候呢，就是看到这个小鲁啊，就是小鲁的话呢，就是生活过得非常凄惨，就是一直是在过这个乞讨的生活，就过乞讨的生活。然后呢，就是这个哥哥呢有点不忍心，就是说是你这样这个生活太可怜了，就是要不要你想不想这个出家，就是在佛门当中这个出家。然后这个朱利盘陀呢，因为他就好像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当时他们两个还没有，可能父亲没有死的时候呢，这两个也交给一个老师吧，就是交给一个老师，就是让他就是学这个知识。但是这个哥哥呢，就是特别聪明，就是他就过目不忘，就是非常聪明，就是。然后这个弟弟呢，就是特别愚笨，就是然后给他教这个两个字的话呢，就是前面的这个学了以后，后面都忘了，后面的这个读的时候呢，前面都忘了，就是没办法呢。后来就是他老师也说是你就是哥哥他的这个大儿子呢，就是特别聪明，那个小的呢就是太笨了，就是我都没办法。就是后来呢，因为这个小路呢只有在家里就是带下去，就婆罗门的父亲的话呢，他就觉得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他还是有这个。他降生在我的中心当中的话，那也自己就是我们现在世界当中有些也有父母这样说的吧，就是他肯定靠不起，但是呢，还是家里只有这个养着吧，就没办法，就是有些人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最后呢，就是他们就是你看啊，就可能故事就是中间就是这个是怎么讲啊，就是应该这样的一个情节。后来就他们两兄弟就是父亲已经死了，然后两兄弟互相遇到的时候呢，看到那个小路呢，就是生活非常这个凄惨啊，然后问他就是要不要你这个在佛门当中出家，就是让小鲁呢就是说是我这么笨的人，就是肯定就是在佛教里面是不需要的吧，就是如果要的话，都是我解决我的温饱，就是肯定很高兴的。后来呢，他那个哥哥呢，就是已经就是答应了，就是让他也是在，因为应该是他当时获得了阿罗汉果位，哥哥已经获得了阿罗汉果位，让他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这种这个教义当中的话呢，就是不管是高贵的也好，贫贱的也好，富裕的也好，贫穷的也好，还是这个什么样的话呢，就是都是完全是可以容纳的，就是可以这个包容的，就是你这么笨的人也可以这个出家，就是然后聪明的人也是可以出家，就完全是可以的。后来呢，就是让他那个就是已经这个加入了这个僧团啊，就是加入了僧团。后来就是当时应该是安居的时候吧，就是安居的时候呢，好像那个就是每一个僧众呢，就是他在安居结束的时候，就是他们在这个3个月当中的自己的修学的一些收获呢，就是给这个当时的一些亲教师呢，就是做汇报。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小路呢，就是在3个月当中，就是他一个寄送都是没办法背下来，就3个月当中拼命的背，就是但是没有背下来。到后来的时候，他要就是汇报他的这个修学成绩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很多其他的这个圣人呢，就是在这个外面就是偷笑，就哎呀这个人太笨了，你看3个月当中一个寄送都是背不下来的。所以有时候佛教里面啊，就是稍微先天上是笨一点的人，也不能那个就是自己失去信心啊。就是我们可能再怎么笨的话呢，3个月一个寄送背不下来的可能不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可能背的比较差一点，但是呢3天当中或者3个小时当中，有些的能背下来，就是应该是比朱利盘陀还聪明呢。
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很多人都是就实在是，就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就是然后其他的一些这个僧人也就是在背后呢，就笑他。这个时候呢，就是各个就是通过他的这个智慧去观察，入定就是观察的时候呢，他以就是温和的方式来就是说这个弟弟好呢，还是以这个愤怒的这种方式来好。后来好像就是觉得呢，就是应该是有愤怒的方式来就是说哈。然后呢，就是他就显现愤怒相，就是说是你这么笨的人，就是怎么3个月当中都是连一个偈颂都背不下来，就是这是你完全是在佛门当中是配不上的，就是然后他就开始就是让他就滚出去了，就然后他特别的伤心，就是在外面呢就是一直这个哭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佛陀这个应该佛陀就是显现，就是当时那个什么他哥哥说是在你在我们的这个佛教当中的话，那就是根本没有希望，就是就是你就没有什么这个希望，你没办法这个成就，没办法解脱，就是你就离开。然后呢，他就特别伤心，就是我也不是什么这个真正的在家人，也不是什么出家人，我以后怎么生活啊？就是哥哥也不要我了，然后他特别伤心。那个时候呢，就是佛陀这个出现，就是问他就是为什么这么哭，就是他说是哥哥让我这个离开这个佛门，我现在就是看怎么办呢？后来就是佛陀说，虽然他是这个圣者阿罗汉，但是呢，他并没有就是像我一样，就是3个阿僧祇劫当中，就是这个通过修学而证悟的这个境界，就是所以呢，就是他不是教主，我是教主，就是你肯定有希望的，就是他不懂什么，就是然后呢，就是你还是这个继续跟我学的话，那应该没有什么这个问题。后来呢，就是他就把他带回去，就是交给阿难尊者，就是让他就是读诵就是学习，然后从这个，因为他是完全是一个文盲，就是就不识字，然后从这个识字开始，就是让这个阿难教。后来呢，就是过了几天之后呢，阿难就是把他就是教会给佛陀，就是说是实在是没办法，就是这个人，就佛陀开许让我到别的地方去，就是做其他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所以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就没办法了。但后来呢，就是佛陀啊，就是让他那个就是要求，就是实在就不行的话，那就是好像说什么就是就是我佛成，我出垢，就是就这么佛经里面说的是我佛成，我这个出垢啊，就这么2句，就是我们在这个其他的一些故事里面讲的稍微有点不同。然后呢，就是要求他这样记住，但这个也是一直是这个记不住，就实在是没办法的。后来佛陀呢，就是要求让他就是，如果你实在就是记不住的话，那你可不可以给这个为这个僧众呢，为这些出家人呢，就是擦鞋啊，就是做事情。结果呢，就是僧众也是不让他摸，因为他特别笨，就不让他摸。后来就是佛陀呢，就是在背后给僧众们也说，就是你们应该开许，就是让他因为呢，就是他的一些发心啊，就是他这个积累资粮啊，清除罪证啊等等，就是有目的。后来呢，就是僧众就是慢慢就是开许了，开许了以后呢，就是他一边就是背诵，就是这两句，就6个字吧，就是这2句。一边呢，就是天天就是擦这个僧众的这个鞋，但后来呢，就是让他有这个到这个殿堂里面去这个扫地，就是这样以后呢，慢慢就是他这个身体的这种相续当中的这些罪业呢，就是减轻。就最减轻的时候呢，他原来实在是记不住的这些这个道理的话，慢慢就是已经记住了，就记住了。记住之后的话，他再进行这个思维，他在进行思维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就这个成果的话呢，就是不单是外面的这个，包括这个鞋上面的或者是殿堂里面地板上的这些这个要清楚的。更重要的呢，就是内心的我们的这个烦恼的勾染呢，就是根除是更重要的。后来他通过这方面思维以后的话呢，就是按照这个佛陀的教育去进行修持。后来呢，他自己已经完全就是断除这个烦恼障碍，而获得了这个阿罗汉果位。就是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这个僧众啊，大家就是应该有一个需要就是值得记住的话呢，就是珠尼班图的这个故事里面呢，为这个僧众做事啊，就是为大家就是发心。发心的话，刚开始就是实在是就是没办法这个证悟，就是密法当中也是这样讲。我们这个上师如意宝曾经也是经常讲，你刚开始的时候，不管是修密法也好，修仙宗也好，好像什么感应都没有，就是甚至呢，好像越修越倒退，越修越就觉得是就是没有希望啊。那样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不能就是灰心一乱。
自己那个时候呢，应该是就是尽量的为这个僧众就是发心啊，就是包括有些，比如说你本来是一个法师，但是你的境界呢，就是一直是好像没办法提升的时候呢，那么为这个僧众呢，就是做一些。比如说体力劳动啊，或者说是就是做很多这个发心的事情，然后过一段时间，你的这个相续的一些这个罪证的话呢，就是慢慢清净以后呢，那么这个智慧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开始这个开启，就是有这样的这种缘起和必要。所以通过周利盘多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也完全可以这个清楚的，就是所以后来呢，就是他就已经这个完全就是证悟了，就是这个阿罗汉果位，也就是说通达了这样的阿罗汉果位。所以呢。这也是我们，怎么讲呢？就是大家也要就是了解的一件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应该是在那个毗拉耶经当中讲的吧，就是毗拉耶经当中呢，就是讲因为当时这个外道啊，就是很多人呢。对这个佛教呢，就是有一些这个诽谤，就是说是像朱尼盘陀那么愚笨的人呢，就是也是在佛门当中这个受辱啊，就是也是他也在修行，所以呢，就是佛教都是什么人都是各种各样鱼龙混杂，就是什么人都有，就是其实有时候。为什么佛教的这个团体当中，一般来讲这六根清净的，就是这些是很重要的，就是即使有些人呢，就自身的这个具身的这些六根不是很清净，也是不能特意的。我们现在有些佛教徒的话呢，认为是不执着它是最好的，就是然后这个什么这个头发也不洗啊，脸也不洗啊，然后衣服也是这个穿的脏脏的，就是然后念这个什么样的，有些出家人还算是好一点，尤其是汉传佛教的有些出家人的话呢，不管到哪个寺院里面，虽然出家人不多，但是呢还是这个威仪啊，就是比较这个庄严的。但是我们极个别的一些汉地的这个道友啊，就是到藏地来这个出家，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什么某某上师那里待一段时间呢，某某寺院里面就是待一段时间，然后回到汉地的时候呢，就是好像就是所谓的这种不执着啊、看破啊，就是然后呢就有点这个有些地方呢就是显得这个大成就像啊、济公和尚的一些部分的行为啊，就是这样呢，可能是当然就是如果自己真的有一些身边神通的话，但是我们也不否认，但是呢，就没有这样的，因为很多凡夫人像我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印象呢就是看这个人哇，就是连这个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可能在藏地的时候呢，就是发现不了，就是自己也是在这样的条件当中的话，那就是发现不了。如果是在汉地的话呢，就是有很多方面的一些这个关注，就是所以希望我们这个不管是出家人、居士啊，就是应该是我觉得是在这个威仪上，就是在自己的穿着上，在这方面的话呢，就是比较这个顺眼，就是这个很重要的，要随顺就是当地的这种习惯啊，就是这个很重要的。那么当时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很多外道呢，就开始诽谤，就是说是佛教当中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你看像这个小路那样的这个愚笨的人呢、就是因为这个小路特别愚笨，后来的是他叫做这个愚路，就是那个愚笨的这个，因为他这个小路呢，它有这个名称的来源的，然后太笨的原因呢，人们都叫做是愚路，就是这个愚路这样的人都是在佛教团体当中就是混的话呢，那这里面什么人都有，就是他们外道都是会帮。然后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在显现上呢，就是为了净除就是他们的这个邪见呐。然后有一次呢，就是要求这个。本来是他那个佛陀就是所居住的附近呢有比丘尼这个僧院的僧众，然后呢就是每半个月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德高望重的这些比丘呢，就是到那边去这个诵戒啊，就是跟他们就是传戒和这说法。然后呢，这个为了清除刚才这个外道的诽谤的话，那就是佛陀就是要求，好像阿难尊者还是谁，就是目犍连，就是要求这个下一个这个月的这个15号的话呢，那么就是让这个朱尼盘陀给这个女众就是说法。然后当时这个消息听到以后的话呢，好多这个比丘尼也是特别不高兴，因为他们都以前知道，就是他是非常出名的，就是3个月都是一个寄送的背不会的这么一个人，就是然后呢，很多那个比丘尼呢，就是觉得是哎呀，就是这个是到底是就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僧众啊，就是因为他当时
就比丘尼当中，就是有些也是精通三藏的，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像朱利盘都那么笨的人呢，给他们要说法的话，那就是他们都特别这个接受不了的。那后来呢，就是知道是这个佛陀派的话呢，可能他们也没办法这个拒绝吧，就是但实际上呢，就是他们很想就戏弄他。后来就是好像就是当时比丘尼的僧团当中的有12个特别调皮的一些，就是比较就是那个就是他们呢就是私下商量，就是6个人呢就是到处去宣扬，就是说是下一次这个15号的时候是有特别了不起的一个大德来讲经说法，让所有的人来集中。然后6个人呢特意的是给他起了一个特别高的这个法座，就是然后呢就是这个梯子呢就是没有的，就是故意就像那个弄这样的。但真的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啊，就是人就是比往常就好多的好几倍了，就是特别特别多。然后朱利潘多呢，当然就作为一个阿罗汉的话呢，就怕一个无体的这个什么，就是那个发作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他在那上面呢，就是那上面就是讲他原来呢就是3个月的是背不下来的一个颂词，但是在这里讲的时候呢，好像那个7天7夜的是没办法讲完一样的，就是他一直讲。后来呢，就是他们也是不得不就是对他就是生起这个真实的这个信心。通过这次的这个说法因缘的话呢，好多的这个在场的这些呢，就是有些获得了依赖果啊、无赖果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阿罗汉呐，就是余牛果啊等等，就是有些呢就是已经这个发了这个无上菩提心的，就是这也是应该在这个毗拉耶经当中有的，就是所以朱利盘多呢就是也是是这样的。还有那个什么，出妖经呐，就是出妖经当中呢，就是当时那个七婆啊，就是七婆的话呢，就是也是跟这个朱利班托是这个亲戚，就是然后但是呢，他很傲慢，就是而且他就经常就是就看不起这个小路啊，就是他虽然获得阿罗汉果，但是他不承认，所以我们有时候。怎么说啊？就是一些这个，比如说包括我们学院里面的有些就是很不错的一些法师的话呢，他自己的家人呢、自己的亲戚的话呢，就是一直用这种蔑视的态度来，就不理他，就不管他啊，就是你就是那个啊，就是家人就特别容易蔑视。当时那个就是佛陀呢，就是为了也是就是准备就是对这个展示这个小楼的一些这个功德吧，就是功德。然后呢，有一次这个迎请的时候呢，他们都没有这个迎请这个小楼尊者，就是没有迎请他，没有迎请他的时候呢，佛陀显现上呢，他就没有这个在因功过程当中是没有这个佛陀呢，就是先没有这个应用这个水啊等等，就是这些。然后问为什么是不迎请，就是这个阿罗汉尊者。然后呢，就后来就是他们好像说是他就是没有必要啊等等等，就是可能这样的一些理由。后来佛陀说是如果他不迎请的话，那就是我的这次不准备就是这个喝水啊，就是后来他们这个七婆呢就是比较害怕，就是然后呢就是让侍者去迎请，但是迎请的时候这个侍者呢就是也是一个欺瞒的态度。然后欺瞒的态度的时候呢，就是小卢尊者也是知道，就是他有这样的态度，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幻化成1200个跟小卢一模一样的，就是然后一直在这个。遍满这个森林当中，就是在山里面这个休息。然后那个使者呢，就是到处去，就是问，就是也找不到，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后来呢，就很失望的回来了。然后呢，佛陀说是你这样去的话肯定不行的，你应该恭敬心去的话是可以能请得到。然后呢，后来以恭敬心请到了那个朱利班托，就是已经这个来了。来了以后的话呢，也按照这个七婆的这种对他的看法的话呢，就是也不理不睬的，就是他就坐在最末位的，就是远远的地方。然后呢，就他们就这个时候佛陀就是已经这个就开始就结束这个供养啊，就结束供养以后，这个供载完了以后呢，就本身是佛陀开始呢，就他们就是束钵啊，但是当时呢，就是为了就是实现就是这个朱尼盘陀的神通呢，就是没有束钵。那个时候呢，就是最末位的这个朱尼盘陀呢，他这个身处就是像象臂般的这个很长的这个手呢，先就是佛陀面前的这个钵呢，就收回来，然后一次性呢就是说
当时所有的这个在场的这些圣众的话，那就是很惊讶，包括这个齐伯的话呢，当时呢就是对这个他升起就是无比的信心。所以从这个公案当中呢，就是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话呢，人们都是特别就是也是这个在乎这个圣统和圣变出世的一些功德吧。就是我们现在实践人也是这样的，就是看到一个好像有一些比较这个特殊的特异功能啊，或者是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人们都很信。所以佛陀在佛经里面讲，凡夫人呢就是最这个喜爱这个圣统，但在有些情况下呢，就是佛陀也是这个不开虚的，就是所以说呢，就是获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或者获得圣者菩萨的果位的时候呢，有必要度化众生的时候呢，就是他可以这个开虚。除此之外的话呢，一般的这个真正的一些这个出家人啊，就是这些的话呢，就是佛陀也是不开虚，就是所以呢，这一点就是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好的。别人说是你们佛教徒为什么是不显示这个开虚的话，我都经常说这是佛陀不开虚的。确实这个神通呢，就是也不是很容易的，就是但是呢，说实在就是即使有的话呢，很多大成就者的话呢，就是他也是在这个没有特殊必要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显示这个他心通啊，或者说是显示各种各样的这个身边神通的话呢，也是不允许的，就是这是不允许的话呢，也是接触很多的这种诽谤啊，再加上呢，就是我们只是完全是以这个神通来度化众生呢，就是其实不是一个办法。那么佛陀说是最大的神通是什么呢？就是要通达就是万法的这个真相。佛陀也是当时唯一的度化众生的最好的办法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说理说教。就然后呢，就是认识这个一切万法的这个真相，就是这个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呢，看一个人就是可能飞来飞去啊，或者是一个人呢，就是有一些特异功能的时候，暂时呢就觉得是很好奇啊，这个人很了不起。其实我们只是给他产生一种欢喜心，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但实际上通过他的这种这个身边神通的话，那就是我自己不一定得得到的。就所以这个不要大家都以为是这个有没有什么这个就是他可能是知道啊。现在很多人就是经常就是讲一些什么这个神通啊，就是说是你心里想什么，你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包括有一些算命的，就这些是虽然有一些这个大卦和算命有一些冤情，我们也不能完全都是否认，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是完全都是特别就是相信，就是整天都是一种这样的患得患失的这个心态当中的话呢，就未来的一切呢，就是靠他们，就是其实也这没有必要的。我们按照真正的这个因果规律来修行的时候呢，未来怎么样就无所谓的，就是凡是我信持三法，终有一天呢，我这个善法的功德呢，就是我会获得快乐的。如果我今生当中造恶业的话呢，那么终有一天呢，我所造的恶业呢，长处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就是这是绝对就是无期的一种这个自然规律，就是没办法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通过这些这个公案呢，就是也应该认识到一些这个知识。我们前面就刚刚讲的就是朱利潘托啊，其实朱利潘托那天我没有讲，实际上他为什么是寄生当中那么愚笨呢？因为他的这个前世啊，是一个三藏法师，就是非常这个精通一切学问的一个人，但是他对这个佛法呢特别吝啬，就是他自己的这种学识啊，就不愿意给别人传授，就是所以呢，就后来就变成这么愚笨的人，就是因此我们不管是你懂什么，就你懂得自己的这个佛法方面也好，实践上的一些知识的话呢，很希望呢，大家就如果有人在旁边有人这个学的话，那就是不要吝啬，就是一定要，有些是对财很吝啬，有些是对法很吝啬。尤其是对法很吝啬的话，那就是今生当中虽然你很有智慧，但是，就下意识的话呢也不一定。因此呢，自己有这些智慧的时候，身边我们有些不懂的人呢，就是尽量的去讲啊。就我们有些实践当中经常有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呢，就是特别对哪一个这个学识呢，就是这个知识呢特别精通的时候呢，不愿意就是传授给别人。如果害怕就是别人知道的话呢，好像超过我啊，就是他有很多顾虑，就是这些心态都不是很好，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